4日星期日嘅 Minecraft 直播，跟住落嚟係將會轉播今日嘅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第3日嘅賽事。要派嘢俾街坊，最緊要就係要宣傳俾啲街坊知道可以拎，咁樣佢就會過嚟攞噶啦。宣傳咧最緊要就係賣廣告。咁啱咧，我哋蜂巢電視咧而家就有一個廣告嘅計劃，可以俾所有有興趣喺蜂巢電視賣廣告嘅人咧填好份表之後，再 send 埋嗰條廣告片俾我哋，符合資格就可以喺蜂巢電視嗰度落廣告噶啦。好啊，咁我哋快啲申請啦。好啊，我同你一齊去。好啊。各位，我哋有嘢要公開。首領有咩要公開啊？你知唔知觀眾可以申請公開資料㗎？我明啦，如果蜂巢電視有戲稿、原片、節目或者文件未公開，而情況許可嘅話，觀眾係可以 send email 嚟問我哋索取㗎。最緊要就係寫明要啲乜嘢材料，方便我哋揾俾大家啊嘛。有嘢想睇就 email 過嚟啦。打機還打機，使乜咁多粗口啊？邊個講粗口啊？蜂巢電視咯，個主持人係咁講粗口。你咁誇張嘅睇下。哦，原來係蜂巢電視。其實我哋係可以監察蜂巢電視嘅節目質素㗎。點解呢？因為蜂巢電視傳播倫理委員會係專責監督蜂巢電視正副主席同埋節目質素，兼且仲管埋對節目嘅投訴添。我哋有咩事都可以揾蜂巢電視傳播倫理委員會投訴㗎。監察蜂巢電視，改善節目質素。蜂巢電視嘅頻道嚟緊將會有好大幅度嘅改變，當中包括改變廣播模式，由原本嘅播放清單模式改為串流直播模式，又或者係改變頻道架構，可能會取消部分嘅頻道，或者大幅度改變頻道裏面播放節目嘅類型。大家記得要多啲注意呢一啲有關嘅宣佈啊！距離地球公轉完成尚餘10秒。幫你接通咗。烏力偉文生日快樂！烏力維文生日快樂！烏力維文生日快樂！烏力維文生日快樂！稍後時間 ，Minecraft 台將會同蜂巢電台哈倫台聯合廣播。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各位收睇今日嘅，唔好意思啊，搞緊啲嘢，好。各位觀眾，歡迎收睇今日嘅 Minecraft 唔好意思，歡迎收睇今日嘅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第3日嘅賽事直播。我係 Liam。好啦，我哋今日就嚟轉播我哋今日要舉辦嘅第3日嘅賽事咯。咁因為而家呢，個 server 咧應該就
多翻啲我哋呢邊人噶啦。咁所以今日呢，就可以正式咁樣舉辦到我哋原本應該喺琴日舉辦嘅 Day 3賽事嘅。好啦，咁我亦都喺度想代表呢個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去同各位觀眾、各位球迷同埋各位嘅球員致歉嘅。好啦，咁我哋亦都差唔多到我哋球場啦。咁我哋今日嘅轉播即將開始啦。咁同大家講翻之前嘅呢個分數先啦。咁呢，前兩場嘅比賽呢，就個比數呢，就係、個比數就係呢，素蘭對文港特嗰場，素蘭係贏咗9-1嘅。然之後下一場，文港特對沙山嘅友誼賽，沙山係贏咗4-1嘅。咁直至而家為止呢，素蘭呢係已經係成功晉級咗2次嘅。好啦，咁究竟今次嘅比賽個結果會點樣呢？最終我哋邊個隊伍會獲得全場嘅總冠軍呢？好，咁我哋即刻開始今日比賽嘅轉播咯。好，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同哈倫台聯合廣播嘅。哈倫台技術人員注意，哈倫台技術人員注意，而家開始聯播，我哋今日係有2場嘅比賽嘅。好，我哋主辦方都入緊嚟㗎啦。好 Hello，各位好，與會人士、各位球迷、各位選手、各位教練、各位喺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大家好！我係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嘅代表。我現在呢係有請今日會參賽嘅選手報到。我想請問有邊幾位？好，我應該會參賽嘅。另一位係？未清楚茅草會唔會參賽？本節目係由 Minecraft MC， 本節目係由香港蜂巢電視 MC 台聯同香港蜂巢電台哈倫台一同播出。而家開始就會係聯合廣播啦。我想請問，除咗 Liam Chan 之外，另一位選手係邊位？咁我晏啲會入嚟。稍後時段，蜂巢電台、哈倫台將會同本台聯合廣播。
有冇第二位選手？馬豪草你諗唔諗住打啊？其實晏啲會打，但係我要食啲甜品先。係好冇問題。佢要食咩話甜品。 ？OK，我聯絡一下。我想請問，我聯絡一下多華先，睇佢會唔會打。我想請問 Liam Chan，你會代表？你可唔可以代表清水出賽我已經唔係佢嗰邊嘅國民。 ？OK，咁你可唔可以代表雷斯頓出賽？我諗可以嘅，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你係咪雷斯頓嘅公民？你係咪代表雷斯頓公民？你有冇雷斯頓嘅 citizenship 啊？呢個我唔清楚，但係我有 join 個 server 咯。哦，咁都得㗎啦。咁你有冇 join 豐城啊？豐城 Green inactive City 咁耐，仲點？唔係 inactive，你都係有你，就算 inactive 你都係有嗰個 citizenship 㗎。有嘅，有嘅，有嘅。好嘅，我睇睇你係咪入邊先。等一陣啊，因為我唔記得咗係咪有咩度。原來係冇甜品食嘅，係我一佔咗多情，咁所以就依家會入場打比賽。我因為裝太多 server，所以我就quit 咗 Discord server，但係 technically 我仲係豐城居民咯。係啊。你可唔可以入翻去？我睇下用咩 server 嚟犧牲先啦，等一陣。好，等一陣啊。咁就睇下先，你去咗邊？咁而家我睇下可唔可以入翻去先，係啊。我 send 咗條 link 俾你。OK，入翻啦，得，搞掂。OK，嗱，咁提翻大家咧，因為上兩場咧係友誼賽嚟嘅。OK，咁所以我哋係不計算入去正式嘅成績入面嘅。OK，係咩？我哋嗰場文港特對素蘭嗰場都唔係正式嘅咩？我唔知喎。文港特對素蘭嗰場，即係你口中所講嘅第四場，同埋文港特對沙山1-4嗰場，亦即係你口中嘅第五場呢。其實因為文港特一早喺講嗰陣。因為文港特喺第一場已經輸咗㗎啦，咁所以理論上佢哋後段應該係冇得再參賽嘅。咁唔知點解佢哋第4、第5會出咗嚟？咁既然係友誼賽嘅話，咁就唔計入正式成績。同埋再講蘇蘭對文港特9-1嗰場，亦即係你口中嘅第四場呢，你自己都話分數係待查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其實你個分數都係未作實。咁你可唔可以提交相關嘅證明文件？
呢個後話，呢個後話。你喺賽後再補翻俾我啦。咁而家第四場嘅比賽就將會係豐城對素蘭，第五場嘅比賽就將會係雷斯頓對沙山嘅。咁就先，如果係第四場係可以嘅話咧，咁就睇睇第四場咧，就嗰個選手嘅陣容。Liam Chan 你係代表豐城係咪？我係代表。等陣啊！我係代表豐城嘅，係冇錯。唔好意思。係，請問你係咪代表豐城？係。請問素蘭隊嘅選手係邊位？另外都想提下主辦方，因為豐城呢係冇任何政治實體嘅，咁所以麻煩係播國歌嘅環節就用住會歌嚟代替，唔該晒。呢個我當然知道啦，你唔需要擔心。好。由於素蘭隊嘅選手未到，咁麻煩即係選手到，即係蘇蘭。係咪播呢個離家國歌？我想請問 Bankoso 你而家係咪可以參賽？因為你都冇甜品食。聽唔清楚？咁由於 Bankoso 冇接受呢一個嘅參賽啦，咁所以麻煩選手咧喺選手齊人之後先通知我過嚟啦。等一陣啊，我再聯絡一下邊個先？阿多啊。而家叫做聯絡咗㗎啦，但係就等回覆。咁所以而家就係啦。而家暫時就素蘭嗰邊嘅選手係未定嘅，素蘭隊嘅選手係未定嘅。你做素蘭隊選手？好。好。最新情況，素蘭隊已經係正式係提名萬湖草去出賽嘅。係啦。咁既然雙方嘅球員已經齊人嘅話，我現在可以宣佈呢，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嘅第4場賽事開場，係可以開始準備開場啦。好，唔該晒。現在先請雙方球員進場。這是什麼鬼地方？唔好着裝住，先進場啊！先進場啊！我講緊你萬湖草，你都進場啊！
係啦，請素蘭隊嘅選手亦都進場，請雙方嘅球員進場。條唔得入嚟唔俾啊！西飛啊！西飛。一陣間呢，我哋將會係有奏國歌嘅環節。請各位選手呢尊重自己同埋其他國家嘅國歌，亦都尊重本會嘅會歌。咁就唔好呢係喺奏國歌嘅過程期間呢，係哼唱其他嘅歌曲或者係叫口號。係啦，亦都唔好因為聽唔到國歌而自己播其他嘅歌曲。唔該晒。如果選手有時間嘅話，可以出返場外呢，將你嘅物品擺入去中介箱入面。好，冇問題，冇問題。好，麻煩呢雙方嘅選手呢肩並肩咁樣企埋一齊啊！好，請嚟到場中間去站立，唔該晒。喂，佢唔去，佢喺邊我冇所謂，你最緊要企喺佢側邊。胡力講，聽我講，好啦，好笑。螢火蟲酒店對外窗有人搏嘢，然後俾人影到，好多攝影師影到。哦，呢個可以特別新聞報導。等陣先，唔係啊！我個 friend 啱啱 send 俾我咧，螢火蟲外面，螢火蟲會場嗰間酒店有人搏嘢，然後俾成班攝影師影到。以下插播特別新聞報導啊，唔係，唔使。NHK 呢個 News 速號係冇錯。News 速號咁啱啱喺螢火蟲啦，我 friend 同呢個係動漫台咧，喺我 friend 同我講咧，臨時動漫台啦，我 friend 同我講咧，螢火蟲外面嘅會場嗰個酒店咧，有人喺度搏嘢，係啦，有人喺度搏嘢，對住窗口搏嘢，然後咧成場攝影師見到，用200mm 焦距拉上去影。冇啊，冇幫嘢片啊！冇，一定好青春啊！以上內容為成人類別嘅內容，僅供18歲或以上人士收睇、收看或者查閱。收睇、收聽或者查閱。好，請兩位選手肩並肩企好。現在請全體會眾起立。唔好意思，邊個先？就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會歌。
請全體會眾及選手仍然站立，跟住落嚟將會先後演奏大蘇蘭帝國國歌同埋代表豐城嘅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會歌。各位選手可以返回場外準備區，開始着裝，選擇隊伍，之後就可以開始作賽。好，各位觀眾，可以坐翻低啦，因為我哋賽事即將開始啦。啊，好嚟咯！好，咁請蘇蘭隊係選擇 HCS 2023隊嘅。好，我哋比賽即將開始啦。好，就
擇隊伍開始比賽。素蘭隊嘅隊員請選擇 HC 等下先，請選擇 HCS 2023隊。素蘭隊隊員孖胡草，我講緊你啊！揀隊啦 ，HCS 2023隊。好，我哋比賽而家暫時唔能夠開始住，因為對方嘅隊伍仍然未選擇佢嗰方嘅隊伍嘅波衫嘅，佢未着波衫，簡單啲嚟講。好，咁我哋而家準備開始我哋今日嘅賽事啦。我哋準備開始啦。好，嚟咯喎！豐城對素蘭嘅比賽而家開始啦喎！比賽開始。唔記得咗點玩，死啦！唔記得咗點玩啦！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好啊，我哋準備開始第二場啦。一樣啦，冰球賽總共有一局裡面總共有3場嘅，而家係3場嘅第2場。好，我哋準備開始喎。得啊！我喐好慢嘅。哇！我要求暫時停賽，我要求暫時 30 停賽。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停賽啊！唔好意思。冇缺，點解冇缺？打下嚟先。我唔得啊！我要同一死先啊！唔緊要，仲有第3場。究竟豐臣，唔好意思，究竟豐城會唔會以1-0嘅呢一個非常之微妙嘅呢個比數贏過素蘭呢？究竟會唔會俾素蘭反超前度呢？我哋拭目以待啊！第3場而家開始。眼裏面嗰啲全部都係男。入啦！我彈網啊！我彈咗，我彈咗。彈箭，彈箭。咁由於我哋素蘭嘅玩家係彈咗 game 咧，我哋要重新開始過啦。頭先係去到第幾盤嘅？我想 reconfirm 下。喂，我想講咧，啱啱講嗰個咧，幫嘢嗰單嘢咧，裡面有啲咧係男仔嚟嘅。全部係男仔嚟嘅。好，我哋頭先係打到第3局嘅。我要求重新計算分數。係啊，而家要重賽，冇錯，由0開始打。重賽而家開始。好，豐臣，我唔知我邊個諗啊！死我唔知邊個諗。OK， 又唔知我邊個諗咁死我唔知我邊個諗咁黐線。好叻啊！好叻！我唔知會唔會再彈 game 啊！好，豐城入波啦，準備入波啦 What a play! 好，哇！我又彈咗 game 啊！我又彈咗 game。呢個就係點解咧？要玩到一場穩定嘅冰球賽咧，最緊要有嘅就係一個穩定嘅網絡。唔係啊，因為唔知點解 iPad 又唔穩定，電話又唔穩定，電腦都唔穩定。咁你 share 你個網絡咯，就咁簡單。好啦。好
啦，我哋重新開始。咁我諗我哋應該要再重賽啦，因為又重 Proposal 賽有彈 game，好，唔係 repeat 啊，係 try-peat。 try P。又如果再唔得就有 quadra-peat。乜唔係 repeat 同 repeat 咩咪意思？唔係你嗰啲係咪咩 all 咩 all re 嗰啲 friend 嚟嘅？你應該唔會 P 嘅會，你應該唔會 P 嘅笑死，你應該唔會好似咁樣 P。你明唔明？你應該唔會好似今場比賽咁樣瘋狂喺度 P。我打比賽梗係唔會 beat 啦。好。好啊，係啦。總之5月1號開始播就差唔多，或者4月底開始播就差唔多噶啦。好咁我哋而家再開始翻啦。希望蘇蘭隊個咩選手唔好再彈 game 啦好，咁我哋麻煩雙方準備重賽。好啦，重賽而家開始啦。3、2、1，開始。好啦，豐城又率先搶到波。我發現咧，如果我輸嘅話，就係彈 game。我輸就彈 game。點啊！好叻啊！我發覺，我唔知點解我向前推佢冇反應。我向前推佢冇反應。等陣先，我轉咗 WiFi 先。你唔好入波住。我轉咗 WiFi 先。 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係咪轉到 WiFi 啊？而家好啦，係咪搞掂好啊？嗰邊係嘅話，我哋就嚟我哋嘅重賽啦喎。咁今次就係 rematch。好啦，我哋豐城隊呢邊搞掂好啦。好，嚟到喎。好，重賽而家開始。好，開波啦！豐城率先搶到個咦？唔係喎。好，我哋再嚟啦。死啦！我個籠喺邊啊？好慢啫嘛，個 WiFi 好廢啊！你知唔知？我要求換人，我要求素蘭換人。呢個唔係你話嘅話， What a play! 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你唔好逼住我先，你逼住我會 ban 你。我又想鬧人，我對住 WiFi，我對住個垃圾 WiFi 咁樣。得，大家都唔好入，大家都唔好入。跟住仲有第2、第3場嘅，究竟邊個會
攞到今場比賽勝利咧？係兩個都攞唔到，應該係兩個都攞唔到。你話就係咩？睇下最終結果先啦。好，第二場10秒後開始啦，啊！好，嚟啦喎！3、2、1，開波啦！好，豐城嘅率先搶到個波，但係俾蘇蘭接住咗。好，豐城又搶到個波啦，而家。佢好力啊！依家佢好力啊！佢個波好力啊！依家。好，又係彈彈 game，咗。又係彈 game 啦。睇嚟呢個真係 WiFi 問題嚟嘅。好啦，由於我哋素蘭隊嗰邊係真係有啲出事，咁所以而家咧就可能要換一換人先可以順暢咁樣，可以順利咁打到嘅。咁胡力，你諗唔諗住？嗰個比賽結果。而家仲係成日萬湖草係即係成日彈 game 又成。咁所以如果要換人嘅話，你方唔方便即係？我可以啊！我依家可以啊，應該順暢翻好多，順暢翻好，好多。咁我哋再嚟重賽咯，重賽啦啊！就 re 我懷疑我要開一開冷氣。你開一開啦。放心啦，我呢邊都開咗冷氣㗎。You are not alone。你唔係一個窿咩？好，咁請清水啊，對唔住，請豐城隊同埋大素蘭帝國隊嘅球員準備重賽。好啊，咁我哋重賽啊！終於係第5次重賽啦，即將開始。今次係咪第5次啊？係啊，冇錯。好，素蘭隊嘅選手都準備好啦，我哋準備開始我哋嘅重賽。好，嚟啦！我哋嘅方向係咪要調轉少少？ 3、2、1，開始。即係要調轉方向少少，我哋好似向錯方向，我哋向錯方向。我哋向錯好叻啊！哎呀，屌！好，又係彈 game 啦！啊，睇嚟好啦。我需要換人。好，接受你申請。我發覺我瘋狂轉 WiFi 都係唔得，真係瘋狂。好，我哋睇下而家線上有幾多人先。好，我哋
再開始啩，睇嚟又好嚟咯喎！好嚟咯喎！嚟咯喎！好啊，素蘭隊請加入 HS2023。好，我哋而家喂，不如我哋休息一陣睇下呢個嘅。不過我哋今日唔係成人台，我哋今日唔開成人台，我哋聽日先開成人台。同埋都唔係一定要成人台，即係唔係應該係話成人台係根本而家開唔到啊，因為係一個愚人節嘅笑話嚟嘅，係啦。你想開成人台向主席申請？因為始終即係都係主席話要禁咗變態論壇佢啊嘛，即係喺 YouTube 上面同Twitch 上面。唔係開聖壇唔係開成人台，係開變態論壇。變態論壇嗰個我哋其實開咗 OnlyFans account，諗住攞嚟安示變態論壇嘅，但我仲未正式向主席申請復播變態論壇。咁所以就點啊？如果想睇變態論壇就等多陣啦。再同大家講翻，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叫係性教育嘅節目嚟嘅，咁就唔係嗰隻變態嚟嘅，大家即係唔使咁擔心啊，係啦。好咁我哋我想請問慢胡草係咪仍然都係彈 game 啊？佢依家我見到佢喺隻 game 入邊。我睇緊嗰單嘢。好你係咪都係唔得閒啊？阿胡力？唔係啊，唔得閒。好。唔係啊，我睇緊唔係。就算我得閒，我都開唔，我部電腦都負荷唔到開 Minecraft。好咁。你哋兩個得嘅時候再叫我。好啊，咁就喺度要催促下呢一個喺度要催促下素蘭嘅呢個選手啊！我哋比賽絕對唔可以再遲啊！再遲我哋下一場比賽根本搞唔到㗎啦。好。我發覺咧，對住槍嘟嘟呢家嘢，我唔知點講好啊！其實對住槍。我哋而家真係開始翻啦，好嚟咯喎！重賽，而家開始。攻城嘅搶波啊！哇！好嚟啦係 defense。 What a play! defense 推過去，點解佢又翻咗去咧？哇！笑死！我發覺我就係需要撳一下就得，即係撳一下佢就可以。喂，好叻啊！好叻！ 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我發覺一擊就叻㗎，唔知點解。好叻！又彈 game 啦！我都建議換人。我咪應該要熄咗電台直播嗰邊，我咪應該要熄咗電台嗰邊。我點知啊？你換嗰個 WiFi 啦，係就。有嘅，仲有嘅，你 send 唔出嚟。好由於我哋而家暫時重賽咗咁多次，都未有一場勝負咧，咁就不如我哋直接宣判邊隊贏算。唔好咁啦！你係咪真係確定你呢個 WiFi 係真係頂到咧？唔知啊，
知啊。好啊，一樣。咁就 HS 其實好。OK，從賽開始啊！等陣先，你等陣先。想睇咩？好啦，嚟啦，開始啦喎！3、2、1，開波！好，又係封城搶到個波先啊！不如你入波，你入一球先，俾你入一球，我讓你一球。我冇睇，我好冇睇我精神，我係好冇睇。好嚟啦！ What a play! 30 seconds left on 都 the 唔好入 clock. 咯，咁大家企喺原位，唔好喐啦，企喺原位，大家。如果唔喂，企喺原位，有機會！有你老母！你打算飛入去？咁你飛入去，你大家都贏。我覺得唔好贏啦，唔好贏。好，剩翻2場，究竟邊個最終會獲得勝利呢？我哋繼續睇落去咯喎。好，我哋而家都準備開始我哋第2場啦。好，第2場開始咯喎，嚟啦！係啊，我企喺上面，你點推？我睇下你點推。1，喂唔得啊，好叻喎！突然又好叻喎，少水。你行開少少咯，可能係嚟嘅，可能係嚟嘅。A lovely header. 哎呀，前面添。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大家都贏唔到。你一入一波咧，我就唔知會叻嘅少少。你一入一波我就會叻嘅。喂，唔係咁㗎，冰球唔係咁㗎，喂！有機會！3、2、跟住呢場就決勝場啦。邊個先有一波，邊個就最有機會贏啦。好，嚟咯喎，第3場。準備開始啦喎！嚟啦！3、2、1，開始！你入一波我就會叻嘅，你知唔知？正！哇！好險！唔知點解成日都射歪喎，好難好，嚟啦！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收埋贏咗啊！今場，
哇！睇嚟咧戰況非常之激烈啊！呢個比數咧非常之細，係0-1嘅，或者1-0嘅。OK，即係已經基本上唔再出現之前9-1啊、6-1大炒嘅情況啦。嗱，但係咧都要喺度重申一次啊，因為我哋之前有幾次重賽結果都係非常之激烈㗎。例如第一場嘅比賽咧係豐城咧係贏咗2-0嘅，然之後咧即係總之就係喺阿萬湖草退出之前，然之後第二場總之另外都有幾場咧係喺萬湖草彈 game 之前係贏咗1-0嘅，但係今次咧就俾翻呢一個素蘭贏翻0-1，咁所以可能我哋今場嘅最終結果咧就係要由呢啲場次加埋綜合嘅呢一個比數我反對啊！我反對。我反對。我反對。大會方最唔好意思，我反對。我想請問有咩爭議？呢個素蘭隊有咩爭議？唔好意思，我想講咧，即係我彈 game 係 WiFi 問題啦。我彈 game 係 WiFi 問題，咁我覺得比前嗰幾場咧應該要因為我嘅技術原因啦，即係我技術管障嘅原因啦，就唔可以當真正嘅結果去計算啦。咁同時間世界盃啦。如果世界盃咧，即係佢有啲中斷嘅比賽中斷嘅情況，佢嘅分數都係會重新計算。咁所以我覺得咧，分數重新計算先係最公平，對我哋嚟講最公平，同埋對成個遊戲嚟講係最公平。即係冇理由往上加㗎嘛啲分係。咁如果我次次都彈 game 嘅話，咁你咪好得益。咁啊，你次次都2分我彈 game，咁你好有着數。係啊，我同意素蘭隊嗰個睇法嘅。咁同埋不過我又想提醒翻素蘭隊，我相信豐城隊佢頭先咁講，其實係即係旨在係話，即係你彈 game 之前嗰個戰況已經好激烈咁嘅意思啫，係嘛？我知啊，應該係。係咯。OK，咁樣嘅話咧就嗰個結果嘅話睇下先，入咗一球嗰個係入咗邊個籠啊？素蘭入咗素蘭籠 ，OK，咁即係話係豐城隊1-0啦。豐城隊係1，素蘭係唔係豐城隊係1，豐城隊係0，素蘭係1。唔係入咗邊個籠先？入咗素蘭，唔係入咗豐城個籠，素蘭入咗豐城個籠。Liam Chan 入咗邊個個籠啊？我冇入過啊！佢喺度不停係騷擾，跟住不停喺度 defense 咁樣，我入唔到啊 ！defense 又唔算係騷擾嘅，如果你係使用球具去 defense，唔算一個騷擾嘅。唔係啊，即係咁不過當然，如果你想上訴嘅話，就我係可以同你睇帶。其實咧，咁我哋不如再戰一局，我哋睇下最後一局，睇下呢場決勝局究竟係邊個攞？嗱唔得嘅 OK 嗱，唔可以咁樣即係輸就打到贏為止嘅。咁如果你哋覺得個比賽過程有唔公平嘅，我會同你睇帶。咁睇下可唔可以上訴，即係推翻個結果。咁如果上訴成功嘅話咧，咁就第4場會再安排重賽咯。咁如果冇咩問題嘅話，咁就第4場嘅結果暫時咧就係豐城對素蘭就0-1嘅。咁下一場第5場比賽就會係雷斯頓對沙山。咁請問雷斯頓同沙山雙方嘅球員喺咪度？唔喺度。暫時都未有嘅。OK，咁如果雙方球員都唔喺度嘅話，或者我點一點名啊？雷斯頓嘅球員喺咪度？喺度嘅。OK，咁沙山嘅球員喺咪度？沙山嘅球員喺咪度？喺度啊！OK，咁既然雙方即係人已經齊啦，咁就麻煩兩隊提交國歌嚇。沙山呢之前已經係提交過國歌噶啦。咁雷斯頓隊請提交國歌。雷斯頓隊嘅代表係邊個？係我嘅，但係雷斯頓嘅代表係你。OK， 好，雷斯頓。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抄到雷斯頓國歌先。係啊。好，唔該你。 《雷斯頓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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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雷斯頓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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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斯
暫時未能夠揾到任何雷斯頓嘅國歌。咁嘅話，我哋就會用本會臨時委員會嘅會歌代替。咁我想澄清翻一樣嘢，就係莎莎嘅國歌係咪馬賽曲啊？係冇錯。我唔撚知啊，我唔知啊，你唔好問我。上一場都係用馬賽曲嘅，所以應該都係啊。咁即係啦，OK。咁如果冇問題嘅話呢，現在就邀請雷斯頓隊同埋沙山隊嘅球員進場。牛草突然之間咁愛國嘅。我哋嚟啦喎！我哋直接開始啦喎！咁好，雙方嘅球員準備好未？好，準備好啊！準備好啊！現在請全體會眾起立。現在就代表雷斯頓嘅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會歌，之後係就沙山國歌。
OK 啦，OK 啦。喂，麻煩請修理畫面啊！係而家其實已經喺度搞緊㗎啦。各位觀眾由於我哋直播設備嘅故障，我哋而家暫時係未能夠連線去到哈倫民國嘅呢一個莊臣球場嗰邊嘅呢一個現場畫面。咁我哋而家喺度修復緊呢個問題，請各位係稍後。我想請問頭先馬賽曲播完未㗎播完㗎啦。？OK。可能你需要入一入廣告時間啊。電視台，大會指定電視台。好，唔該晒。咁而家去廣告先，轉頭翻嚟再繼續。距離地球公轉完成尚餘10秒。幫你接通咗。烏力偉文生日快樂！烏力維文生日快樂！烏力偉文生日快樂！烏力偉文生日快樂！打機還打機，使唔使講咁多粗口啊？邊個講粗口啊？蜂巢電視咯，個主持人係咁講粗口。係咩？佢嚟睇講。好啊好啊。係。哦，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咪係我咯，你係咪有咩意見呢？如果大家對於蜂巢電視嘅節目有乜嘢問題，或者對我哋人員最新乜問題，我哋好歡迎你去揾傳播倫理委員會去投訴我㗎。各位，我哋有嘢要公開。首領有咩要公開啊？你知唔知觀眾可以申請公開資料㗎？我明啦，如果蜂巢電視有戲稿、原片、節目或者文件未公開，而情況許可嘅話，觀眾係可以 send email 嚟問我哋索取㗎。最緊要就係寫明要啲乜嘢材料，方便我哋揾俾大家啊嘛。有嘢想睇就 email 過嚟啦。主辦方留意，大會主辦方留意，直播已經恢復，直播已經恢復。各位球迷請坐。東八區 Minecraft 冰球錦標賽臨時委員會喺正式開賽之前有一項宣佈，本臨時委員會啱啱有一位新成員加入，呢一位新成員就係 Black Demon 11111，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嘅加入。跟住落嚟可以開賽，請雙方嘅球員可以返回準備區內開始選擇隊伍，並且係着裝。好，
始啊！咁都時間都差唔多。我想問一問雷斯頓隊，你揀邊個？你揀 HCS 定 HCS 2023？我揀咗2023咯。OK，咁麻煩雷斯頓就揀 HCS 啦。好，冇問題。比賽而家準備可以開始啦。好，嚟咯喎。好，咁雷斯頓隊嘅選手撳 F1啦。好，嚟開始。好，雷斯頓搶到波啦！橫掂我今日我唔應該幫雷斯頓，我唔應該幫雷斯頓贏少少。我係應該幫雷斯頓少少，因為我唔咁沙山隊嘅球員呢，代表翻沙山參賽啊，唔該晒。咧初同國籍係好常見嘅，不過咧都係以咧申報國籍為準啊。好，恭喜啱啱雷斯頓隊1分。由於地震頻發以及香港會有地震嘅風險，豐巢電台決定會喺地震發生時會為大家進行廣播。提醒：當香港發生地震時，請各位放低你嘅耳機，盡快到安全地方暫避。咩嘢？頭先係咩嘢啊？以下唯一則頭先係一個好無聊嘅宣佈，蜂巢電台宣佈，當香港發生地震嘅時候，請大家放低耳機，同埋蜂巢電台會開始直播。我哋會有，如果發生地震嘅時候，我哋會有關嘅通知。使唔使放翻個緊急地震速報？請注意強地震。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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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香港要用。What a play！ 哦，等入去。哇！OK，唔係嘛？隊做乜烏龍波啊？還請所有嘅選手盡力而為啊30 seconds left on the clock. 係冇盡力而為呢句先。雷斯頓第3分啊！打嘅好，咁由於沙山就不可預期嘅問題就彈 game，咁所以咧，我現在宣布第5場雷斯頓同沙山嘅比賽咧係需要重賽嘅。好，咁我哋等待我哋真係唔好意思啊！選手重新加入遊戲啊！再揀個啊！
係2023入咩？ 2023丟夠啦。唔得啊！我拎咗笑死，我得咗。啲人揀先。我咪揀咗咯。你等佢再入翻嚟先。我咪揀咗。你等佢再入翻嚟先，跟住陣間呢人揀先。呢人你揀 HCS 啊，即係個球衣跟翻頭先上，即係我哋未重賽之前。咁我哋重新開始過我哋嘅重賽啦。咁就撳翻掣。重賽準備開始啊！好，最新消息，我哋電視直播係有4個人睇嘅，多謝晒各位觀眾支持啊！好，開始啊！好，恭喜！打係雷斯頓㗎，笑死！雷斯頓㗎。麻煩各位球員小心唔好打烏龍波啊！唔好打烏龍。烏龍波係咪唔計嘅？笑死！烏龍波。烏龍波係會計嘅，好似足球比賽咁樣。我覺得我哋應該定死一個籠，笑死！入。OK， 恭喜！有隊伍破蛋。而家係雷斯頓對沙山係2-1嘅。1係唔得嘅，好，咁我哋而家暫時比數係雷斯頓對沙山2-1嘅。好，我哋第2場即將開始啦。求神拜佛啊，唔好彈 game 啊！真。沙山隊、雷斯頓隊都唔好彈 game 啊！放心啦，放心啦，唔好斷網。3、2、1 ，Go！ 好，雷斯頓隊又率先搶個波啦，正啦！好啦，但係哇 ！Yes！ 可唔可以打烏龍波啊？最好。打烏龍波。又入1球啦！哇！真係〜
麻煩所有嘅選手注意唔好打烏龍波啊！未發球之前睇清楚自己個龍門係邊度啊！你個龍門應該喺你嘅眼前嘅。呢個就係點解應該將 HS 同 HS 龍爭搞作唔可以。好啦，今次雷斯頓搶到波，但係俾沙山搶翻轉頭啦啊！好，雷斯頓睇嚟又要射波啦。睇嚟又要打沙山防禦成功。但我唔係沙山嘅。哇！好激烈啊！來入最終都係由雷斯頓入球。而家比賽4-1嘅雷斯頓已經3分啦，究竟能唔能夠喺呢一個局面守住呢個優勢咧？我哋而家就再繼續睇下啦。好啦，而家第2局，好似第2場，仲剩翻24秒嘅，呢一局總共有3場。好，嚟開始。雷斯頓又係率先搶到個波啦。好，沙山又係喺度防守緊啦。OK， 仲有15秒。好，絕好機會。係咪？又有一球啦！最後10秒。雷斯頓又有一球啦，而家比賽5-1，雷斯頓沙山4分啦。嗱，冇偏幫啊，係我分數逐漸拉開啦。究竟沙山會唔會有機會反超前呢？好，呢一場最後10秒啦。3、2、1，開始。好，雷斯頓又係率先搶到個波，但係俾沙山隊攞翻啦。好，第2場結束，而家比數5-1。好啊，咁睇嚟沙山隊想反超前，真係要喺最後一場係努力多啲啦。而家比數5-1，咁即係話最少要入到5至6球先至可以叫做反超前到。好啦，而家第3場即將開始啦。好，究竟鹿死誰家呢？好，鹿死誰手？嚟開始。好。去咗揾沙耳機山隊係根本就唔知道比賽已經開始咗。沙山做乜不設防咧？你個龍門。我唔係啊，我揾耳機去咗，我係揾耳機。沙山隊有係啊。似乎係因為沙山隊有啲力機啊，係嘛？啱啱沙山隊話佢力機，咁就好可惜啦。真係恭喜晒啦！雷斯頓又有一球啦，而家比賽6-1。即係下屆咧，唔知道需唔需要咧睇睇雙方嘅拼數啊！如果拼數差太遠，比賽繼續。好開波。好。係咪應該雙方拼數差太遠咧，就唔俾你開賽？應該係啩。好。啊！呢個要留在委員會再討論啦。1-1啦喎，真係。喺討論同時，雷斯頓又有一球啦，而家比數係雷斯頓對沙山7-1嘅。雷斯頓係領先咗沙山6分咁多啊！時間剩餘哇！點搞啊？沙山想反超前都加落去都夠時間嘅，但係你點樣入6粒啊？入唔到啦。好啊。可以。又開波。盡力而為啊！盡力而為啊！開波。哇！睇嚟今次雷斯頓真係8戰8勝啦。沙山想反擊嘅機會都冇啦，睇嚟。哇！而家比賽8-1啊，有成7分。其實喺戰術上面，我見到咁樣我都有啲諗法嘅。不過而家比賽仍然進行中，所以我都唔方便分享我嘅睇法啦，或者建議啊。咁完咗比賽之後再同大家睇。好，而家再開波啦。好，時間剩餘最後28秒。好，雷斯頓又入波啦。miss 咗。喂，睇嚟今次雷斯頓又一線生機，雷斯頓
雷斯頓 miss 咗變成呢個沙山嘅一線生機。但係想贏都有啲難啦。最後8秒啦，可能唔夠時間啦。4、3、入啊！ 2、1，好，完場。最終結果係雷斯頓以8-1嘅分數係碾壓呢一個沙山隊，恭喜晒雷斯頓隊獲得今場嘅最後勝利。我輸咗表示好開心，我輸咗表示好開心。好，咁啊，感謝雷斯頓隊同埋沙山隊兩隊嘅選手踴躍參賽啦吓。咁啊，其實啱啱嗰個情況似乎就係呢個沙山隊咧，就真係有啲甩機嘅關係，咁所以就導致到佢咧開波嘅時候冇辦法搶佔先機啦。咁所以每一次都俾雷斯頓隊突圍啦。咁跟住雷斯頓隊因為佢進攻嗰個速度咧，其實都相當之快嘅，咁所以咧好快咧就已經係衝到去咧半場。甚至係即係近住龍門嘅位置，咁就所以導致到咧，其實你沙山隊喺你人哋殺到近龍門咧，你都仲拎住喺原位，或者你都仲係差人一大截嘅時候咧，其實變相咧就令到沙山隊好難防守，令到佢哋咧連續好多球都係咁樣輸。其實如果沙山隊明白到佢哋嗰個甩機嘅情況，令到佢哋冇可能可以搶先開波嘅話，倒不如咧，我覺得就係退而求其次。我唔喺嗰個開發球嗰個位嗰度去追求，首先搶到個波去發球，倒不如咧就翻去回防去做手籠。即係咧，你再拎都好咧，你喺個手籠個波一跌落嚟，你就即刻做好防禦姿勢。雷斯頓一攻到入嚟咧，你就打翻雷斯頓嗰個波翻轉頭，咁樣會唔會仲更加有效防禦咧？即係你甩機，即係啲機械人都唔想啦。咁但係你開唔到波，咁你仲留喺開波位做乜嘢咧？係咪？咁你防翻個籠可能即係仲好啲。即係我都係覺得嗰句，你輸咗，你頭2次係咁樣輸嘅時候，你之後第3、4、5、6、7、8次你都仲要重複，咁我覺得就有啲可惜咯。即係作為一個旁觀者嚟講，就係好遺憾啦。即係沙山隊贏咗咁多場，喺呢一場第5場嘅比賽就黯然落敗。睇下後續嘅賽事會係點樣啦。我哋今日睇嚟所有賽好啦，但係我哋嚟緊呢第4日應該會係賽噶啦，但係未知道邊個會出戰決賽咁，要等多陣先至可以睇到呢個。要稍後臨時委員會嘅決定啦。好啊，咁今日賽事咪差唔多啊？嘅賽事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各位參與。好啊，咁我哋今日嘅賽去到呢度啦，好多謝大會主辦方兼問賽事嘅評述互力為盟啦。好，下一個賽事日再見啦，多謝。拜拜。本台今已經全部播映完畢，多謝各位，我哋喺下星期再見啦。
you